曾經紅極一時、有住靚絕五台山之稱嘅香港女星藍潔瑛，喺香港島南區嘅公屋入邊，因為暈倒失救而去世。1980年代，藍潔瑛接受某次採訪嗰陣，曾經表示過未來嘅老公肯定係圈外人。然而佢呢一生卻冇等到結婚嘅機會，離世嗰陣仍然係孑然一身，終年55歲。從此世間再亦都冇大時代入邊可憐可敬嘅羅慧玲，亦冇大話西遊入邊靚到讓人驚艷嘅蜘蛛精春30娘啦。藍潔瑛生前曾被香港媒體稱為4大癲王之一，關於佢嘅新聞都有住聳動嘅標題，譬如話俾人落降頭、抑鬱發癲等等。今日我哋就嚟傾下被娛樂圈摧殘嘅女神藍潔瑛。1963年4月27號，藍潔瑛喺香港出世。細個嗰陣，佢父母經營緊一間大排檔，家境雖然唔算大富大貴，但亦都頗為殷實。佢嘅母親並唔係父親嘅第一任妻子。關於家中兄弟姊妹嘅情況，唔同嘅媒體有唔同嘅報道。有話佢有同父異母兩兄一姐，同父同母一兄一姐嘅，亦有媒體話佢有同父異母3個阿哥，同父同母一兄兩姐嘅。不過無論點都好，可以肯定嘅一點係藍潔瑛嘅兄弟姊妹好多，而且佢係最細嗰個，亦係屋企人嘅掌上明珠。1980年17歲嘅藍潔瑛中學畢業，原本父親係打算送佢去台灣讀美國學校，並寄宿喺朋友屋企嘅。但係一切手續辦完之後，父親又唔捨得佢啦，一面擔心學校唔夠好，一面又擔心佢一個女仔喺出邊照顧唔好自己。藍潔瑛亦睇出咗父母嘅顧慮，索性就放棄咗升學，直接喺香港揾起工嚟。佢先後做過百貨公司售貨員、鐘錶廠女工、金融買賣員，甚至仲買過一部衣車，打算做裁縫。1982年，一次偶然嘅機會，藍潔瑛陪同朋友嘅表妹楊玲去考香港無線電視 TVB 開辦嘅藝員培訓班。同好多意外入行嘅明星一樣，楊玲報咗名之後就臨時話唔去，而形象靚麗嘅藍潔瑛就順利通過咗考核，成為咗第12期無線藝員培訓班嘅學員，同曾華倩、劉嘉玲、吳君如、劉青雲等日後嘅演藝圈大咖成為咗同學。1983年8月，藍潔瑛從訓練班畢業，同其他同學相比，佢嘅運氣可以講係最好嘅。剛一畢業就接到咗唔少工作邀請，先係同周星馳等人合作主持兒童節目430穿梭機。1984年，藍潔瑛又同梁朝偉搭檔出演咗電視劇《家有嬌妻》，一舉攞低咗當年嘅收視冠軍。雜誌《香港錄影》都評價話，藍潔瑛真係個超級新人，話佢天生就係食呢行飯嘅。此後藍潔瑛更係佳作不斷。1988年參演《義不容情》，1992年出演無線25週年台慶劇《大時代》，攞低咗第3屆一電視10大電視藝人獎項。呢部劇被稱為係90年代港劇嘅巔峰，播出嗰陣萬人空巷，所有人都逼咗喺電視機前面追劇。藍潔瑛喺劇中飾演男主角方展博嘅養母羅慧玲一角，將人物複雜嘅情緒表達得好到位，俾觀眾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嗰陣時嘅藍潔瑛咧，仲被冠以咗靚絕五台山嘅美譽。五台山咧，其實係指香港嘅5大電視台：無線電視台、佳藝電視台、香港電視台、商業電視台同埋亞洲電視台。因為呢5大電視台一開始都位於香港九龍塘嘅小山丘上，因此該處亦被稱為係五台山。換句話講，嗰陣時嘅藍潔瑛喺影迷心中係香港5大電視台之中最靚嘅。然而1998年，藍潔瑛嘅命運似乎迎嚟咗轉折點。呢一年，藍潔瑛喺淺水灣道揸車不幸失事側翻，除咗手部受到外傷之外，頭部同頸部亦都受到咗震盪，被送到香港東區醫院接受治療。此後唔知點解，關於藍潔瑛嘅報道全部變咗味。有媒體話佢住院接受治療嗰陣大失常態，語無倫次；一陣話醫院3個鐘頭都冇俾佢做腦部掃描；一陣又話護士唔幫佢清理手上嘅傷口。後尾又有媒體報道話，1999年4月，藍潔瑛因為服食過量藥物產生幻覺，被送咗入東區尤德醫院精神病房治療。期間呢，佢經常神志不清，見人就問見過鬼未？出院後，藍潔瑛亦都經常喺夜晚出現幻覺。每當有汽車經過嗰陣呢，佢就大嗌：有魔鬼入侵我屋企啦！千手觀音又唔肯原諒我，呢次肯定落地獄啦！此後，藍潔瑛不斷登上各類香港小報，內容幾乎都係佢進出精神病院嘅新聞。媒體甚至將佢同陳寶蓮、洪朝豐、蔡楓華一齊列為香港4大癲王。
2000年，藍潔瑛被爆大鬧溫哥華機場，機場工作人員覺得佢有啲神志不清，擔心佢登機之後會影響其他乘客嘅安全，就聯繫駐機場警員將佢送咗去醫院。2005年，藍潔瑛向法院申請破產，並成為咗香港有史以嚟首個需要攞政府援助嘅藝人。從此佢癲王嘅名號之外，又多咗一個關鍵詞：潦倒。2007年，藍潔瑛被爆着住浴袍喺街頭遊蕩。2009年，又有媒體睇圖作文，話佢向路人乞討。去到2015年嗰陣，媒體影到嘅藍潔瑛已經係身形浮腫，頭頂雪白，完全睇唔出當年靚絕五台山嘅影子啦。如果係唔了解藍潔瑛嘅人，單睇呢啲聳動嘅新聞同報道，大概會拼湊出嚟咁樣一個形象。呢個係一個常年瘋癲嘅女人，日頭佢會因為貧窮喺馬路上執垃圾乞討，到咗夜晚又會因為幻覺而發癲，獨自喺屋企狂嗌，講埋啲神神化化嘅傻話。嗰啲年甚至有媒體煞有介事咁分析起導致藍潔瑛瘋癲嘅原因。第一，被下降頭說，歌手楊萬莉曾經向媒體透露，80年代藍潔瑛曾同香港鄭姓富商嘅細仔拍拖，鄭公子信佛。有一次帶藍潔瑛同佢哋兩個都好熟嘅一位女性朋友一齊去咗尼泊爾接受一個喇嘛嘅灌頂，結果喇嘛被呢個同行嘅女性朋友收買咗，喺灌頂嗰陣俾藍潔瑛落咗降頭。從尼泊爾返嚟之後，藍潔瑛嘅性格就慢慢變得喜怒無常啦。第二，玷污說話藍潔瑛曾經被娛樂圈嘅大佬玷污之後，不堪精神上嘅折磨就發癲啦。呢個故事我哋先撳住唔講住，稍後再詳細講。咁呢啲關於藍潔瑛瘋癲嘅報道，究竟有幾分真幾分假呢？點解會有影迷話，如果唔係入咗娛樂圈，佢呢一生唔會咁痛苦呢？藍潔瑛喺娛樂圈中究竟經歷咗啲乜嘢呢？喺某支 TVB 拍攝嘅短片入邊，藍潔瑛曾講：有人話我講嘢太直接，喜怒形於色，但我冇覺得有咩唔妥，起碼唔使拐彎抹角，慳翻好多解釋嘅時間，亦可以避免好多唔必要嘅誤會呢。呢段話唔單止係藍潔瑛作為演員讀出嚟嘅台詞，更似係佢直白嘅心聲吐露。然而咁樣直來直去嘅性格喺演藝圈裏邊係好容易碰壁嘅。藍潔瑛喺圈內第一次受挫係喺1984年年底嗰陣，剛出道1年嘅藍潔瑛就憑借外貌優勢順利走紅。無線見狀打算同佢改簽5年嘅合約，但藍潔瑛唔係好願意，原因係佢覺得無線份人工俾得太低，工作量太大，對藝人嚟講好唔公平。無線對藝人孤寒其實早就係公開嘅秘密啦。歌手曾華倩就曾經喺一檔採訪中講過，出外登台演唱幾日嘅收入比無線1年嘅薪水都多。演員鄧萃雯呢亦都曾經喺《魯豫有約》中話呢，當年我確實好紅，但亦都真係好窮，片酬僅夠維持生活。於是同劉德華、苗僑偉等人一樣，藍潔瑛亦都為咗幫自己爭取合理嘅待遇，拒絕咗同無線續5年嘅長約。然而甲始終係離唔過大界嘅，唔續長約嘅結果只有一個，就係被雪藏。1985年初，港劇大香港開拍，彼時藍潔瑛同無線原本嘅合同仲未到期，無線曾經表示會俾藍潔瑛出演呢部劇嘅女主同周潤發搭戲。周潤發係藍潔瑛嘅偶像，藍潔瑛一度非常期待呢部劇嘅拍攝。然而臨近開拍，大香港卻突然異國，藍潔瑛與呢部戲失之交臂。無線電視台當時嘅高層劉天賜曾公開表示話，無線可以捧紅一個藝人，亦能夠讓一個藝人消失得無聲無息。藍潔瑛冇份出演大香港，無疑係因為佢唔肯續長約。從無線嘅角度嚟講，佢哋冇必要為他人作嫁衣裳。不過或者係因為藍潔瑛當時風頭實在係太勁啦，無線唔願意放棄呢棵搖錢樹，而藍潔瑛呢邊亦好難揾到比無線更好嘅發展平台。1985年4月，喺長期嘅拉鋸之後，雙方各退一步，藍潔瑛同意與無線續約，但合約期由原本嘅5年改為咗2年。續約後，無線為藍潔瑛安排佢嘅第一部古裝劇《六指琴魔》，並聲稱出年亦即係1986年開拍嘅《倚天屠龍記》中嘅女主趙敏一角，亦會由藍潔瑛嚟出演。然而就喺呢個時候，命運同藍潔瑛開咗個唔細嘅玩笑。藍潔瑛入行後冇耐，便結識咗香港大埔鄧氏鄉新幼子鄧啟陽。鄧啟陽家境優渥，佢本人亦係英國留學歸來，一表人才。1984年初，藍潔瑛開始同鄧啟陽拍拖。相戀後，藍潔瑛發現咗鄧啟陽嘅唱歌天賦，仲曾鼓勵佢參加新秀歌唱大賽，不過並冇攞到名次。
可能係因為之前嘅人生過得太順風順水啦，出社會後事業一直冇乜起色嘅鄧啟陽，唔知從幾時開始患上咗抑鬱症。1986年5月，鄧啟陽喺其位於尖沙咀嘅屋企入邊去世。男朋友嘅突然離世對藍潔瑛嘅打擊非常大。佢一度好幾日咧喺房入邊唔食唔飲，後來係喺親友們嘅開解下，先慢慢行翻出嚟。我就喺藍潔瑛準備打起精神重回工作嗰陣，無綫卻突然宣布《倚天屠龍記》中趙敏一角將由黎美嫻嚟飾演。藍潔瑛唔服氣咁揾到無綫高層想要個說法，無綫呢邊嘅解釋係臨時決定換人，係因為《倚天屠龍記》同藍潔瑛要出演嘅另外一部劇《英雄故事》撞期啦。但呢個理由明顯係用嚟敷衍藍潔瑛嘅，因為頂替藍潔瑛嘅黎美嫻亦出演咗《英雄故事》。咁《倚天屠龍記》點解突然換角呢？當年嘅一篇報道道出咗真相，報道認為鄧啟陽嘅突然離世，令藍潔瑛亦成為咗嗰段時間嘅新聞焦點。無綫擔心藍潔瑛嘅公眾形象受損，會影響呢部年度大戲嘅收視，呢先換走咗佢。1987年4月，藍潔瑛同無綫合約期滿，身心疲憊嘅佢離開咗無綫，開始咗1年嘅休整生活。不過或許係因為抖夠啦，或許係因為發現離開無綫後冇戲可拍。1988年6月，藍潔瑛又返到無綫續咗2年嘅合同。回歸後嘅藍潔瑛火力全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1989年，佢有9部影視作品先後播出，部部叫好又叫座。其中義不容情中嘅梅芬芳一角，奠定咗藍潔瑛演技派嘅地位。1990年，藍潔瑛與無綫再次合約期滿，呢次佢選擇咗投靠金牌經紀人陳志強，並喺陳志強嘅安排下前往台灣發展。然而冇幾耐之後又慘遭碰壁。1991年，藍潔瑛因為電視劇《半生緣一世情》同台灣女明星狄鶯合作，正係呢一段經歷令到藍潔瑛唔願意再返去台灣拍戲。據狄鶯所講，二人當時拍對手戲，佢早就已經化好妝喺車上等啦，但係藍潔瑛卻仲喺床上瞓懶覺，日日如是。佢睇唔順眼，藍潔瑛總係要耍大牌，就火紅火綠咁衝去劇組嘅酒店電梯門口，見到藍潔瑛一出電梯門呢，就飛奔一腳踢喺藍潔瑛個肚上邊，毫無防備嘅藍潔瑛被踢低喺地，並冇還手。狄鶯見狀仲想再過去補一腳，好彩被周圍嘅人攔住咗。你可能會覺得我講嘅呢啲都係受害者嘅一面之詞，不足為信啦。但事實上呢段話係狄鶯喺台灣綜藝節目《快樂星期天》中自己親口講嘅，而且仲講得沾沾自喜，繪聲繪色。唔知狄鶯點解會覺得呢段經歷咁值得驕傲？反正網友們係唔受嘅。唔少人都覺得，且唔講藍潔瑛有冇真係耍大牌，就算真係耍大牌，亦輪唔到同為演員嘅狄鶯如此暴力出手。總之，此事過後冇幾耐，藍潔瑛就再次返到香港。1992年，佢受邀出演咗無綫25周年台慶劇《大時代》。1994年，拍完《新寵愛傳真》之後，藍潔瑛徹底告別咗無綫。1994年，周星馳作為製片人，打算拍一部《曠世奇》作震驚世人。呢部電影就係《大話西遊》。當時周星馳正為春三十娘呢個角色物色演員，佢諗到咗之前做主持時搭檔過嘅藍潔瑛，希望靠藍潔瑛嘅靚俾電影一個驚艷嘅開場。藍潔瑛爽快答應咗邀請，但結局卻係藍潔瑛將春三十娘演得攝人心魄，但係電影嘅票房卻仆直咗。《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嘅票房以2500萬慘淡收場，一個月後發行嘅《大話西遊之大聖娶親》嘅票房亦只有2900萬。究其原因係周星馳嘅思想太過於超前啊！電影上映數年後，觀眾們先發現呢係一部絕世佳作，裏面嘅好多台詞至今仍然經久不衰。可無論點樣，呢部戲喺當時都未能幫藍潔瑛喺離開無綫後打個靚嘅翻身仗。此後藍潔瑛嘅演藝事業一路下滑，除咗事業唔順，藍潔瑛嘅戀愛之路似乎亦並唔順暢。佢曾經講過，每一次拍拖我都好認真、好投入，但每一次都好傷。1986年11月，有狗仔隊影到藍潔瑛同香港珠寶大王鄭裕彤嘅細仔鄭嘉誠約會嘅相。喺呢個之前，鄭嘉誠曾經同香港歌手鄺美雲交往4年，媒體一度稱藍潔瑛係破壞鄭嘉誠同鄺美雲感情嘅第三者。但實際上，1986年7月，真正插足鄺美雲同鄭嘉誠戀情嘅係落選港姐嘅陳如玉。
藍潔瑛係喺鄭嘉誠同鄺美雲正式分手後，先與鄭嘉誠相識並且交往嘅。喺1986年11月29號出版嘅大眾電視雜誌中，鄺美雲本人亦都表示，藍潔瑛並非所謂嘅第三者。不過，藍潔瑛同鄭嘉誠呢段戀情依然未能修成正果。有媒體報道話，當年鄭嘉誠係有意想要娶藍潔瑛嘅，但係豪門規矩多，其中有一條就係唔能夠娶戲子入門。於是鄭嘉誠要求藍潔瑛退圈，遭到咗藍潔瑛嘅拒絕，呢段感情就咁樣被畫上咗句號。90年代初期，藍潔瑛曾經同賽車手陸諫交往，但係1992年陸諫成名之後背叛咗藍潔瑛。1996年，藍潔瑛又被影到喺銅鑼灣同外籍男友約會，不過呢一段戀情亦僅僅維持咗1年左右，分手嘅原因並不被外界所知。喺事業愛情雙雙滑鐵盧後，1995年、1997年，藍潔瑛又經歷咗雙親嘅相繼離世。藍潔瑛因為未盡孝道而陷入咗深深嘅自責。曾經有媒體話，藍潔瑛嘅童年過得非常唔幸福，父親重男輕女，母親帶住佢早咁就改嫁咗，繼父又常常毆打佢。但呢啲純屬就係胡說八道。藍潔瑛嘅童年非常幸福，母親亦從來未曾改嫁。事實上，藍潔瑛母親改嫁呢一講法係喺2016年之前嘅報道中從未出現過嘅，係2016年之後一啲無良媒體編造出嚟嘅故頭。一直以嚟，藍潔瑛都深受父母嘅殘愛。中學嗰陣，藍潔瑛去工廠打工，父親心痛佢做工做到手粗，就唔俾佢再去啦。啱入演藝圈嗰陣呢，藍潔瑛嘅薪水唔高，父母都會篩錢俾佢用嘅。只要係藍潔瑛參演嘅節目，父親都會認真咁錄入錄影帶度留作紀念。而呢啲錄影帶亦都被藍潔瑛保存咗好多年。喺各種負面新聞嘅影響下，2004年拍完《愛在有晴天》之後，藍潔瑛幾乎就冇戲可拍，逐漸淡出娛樂圈啦。佢試過轉行開嬰兒用品店賣下嘢做化妝師，但係媒體並冇就此放過佢，持續嘅跟蹤同偷拍令藍潔瑛嘅心理壓力極大，每一份工都做唔長。後來呢，佢又去接拍廣告，然而只收到咗1/10嘅酬勞，剩下嘅錢一再追討都冇結果，亦冇錢打官司。落魄之時，朋友亦都欠佢錢唔還，佢仲被銀行職員簽名，套走咗200幾萬，連自己住層樓都拎埋去抵債。2006年，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藍潔瑛獲法庭頒令破產，每個月靠政府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生活。即使已經脫離娛樂圈多年，藍潔瑛所居住嘅公屋附近，仲係時不時會出現前嚟守候嘅狗仔隊，影幾張佢落魄嘅相，配上一個聳動嘅標題，一篇新聞稿就咁樣出爐啦。不過所幸佢後來實在係太過氣啦，守候嘅狗仔隊亦越嚟越少，藍潔瑛總算係過咗一段安寧日子。直到2013年，佢再一次成為咗輿論嘅焦點，呢一次係因為一樁陳年懸案。2013年12月，香港一週刊曝光咗一支短片，其內容係藍潔瑛向友人講述自己被傷害嘅經歷。佢話大概20-30年前，佢曾經先後被2位影壇大哥蝦，其中一位而家已經過世啦，另外一位至今仍然活躍喺娛樂圈，而且好有聲望。具體人名被做咗消音處理，係邊個不得而知。其中有一次係佢被邀請到新加坡探班，大家一齊租住喺一棟2層高嘅房子入邊，對方唔知點樣搞，到咗佢間房嘅鎖匙就咁樣闖咗入嚟。飲咗酒之後，我住一個房，鎖咗門，佢唔知點樣攞咗鎖匙。呢支短片最初被曝光之後，確實引發咗唔細嘅關注，但因為片中2位大佬個名被消咗音，短片中可供網友們推敲嘅細節又唔多，事情好快就咁樣不了了之啦。直到6年後嘅2018年1月10號，大陸八卦記者卓偉喺新浪微博公布咗呢一段影片未消音嘅版本。2位大佬嘅名呢先浮出水面，一位係已故嘅香港演員鄧光榮，另一位則係仍活躍於娛樂圈嘅曾志偉。當日曾志偉就通過微博發出聲明，話卓偉放出嚟嘅影片都係經過惡意剪輯嘅，但有人分析之後指出，2018年卓偉放出嚟嘅短片係有雜音嘅，2013年一週刊放出嚟嘅短片係已經被消咗音嘅，而且仲用電腦特效將與藍潔瑛對話嘅女性友人嘅聲音處理成咗男聲，所以2018年卓偉公布嘅短片唔可能係從2013年公布嘅短片中惡意剪輯得嚟嘅。卓偉嘅短片更有可能來自錄製人收藏嘅原片，可信度相當高。
仲有網友翻查出咗明報周刊喺1998年嘅一篇報道，報道中明確記錄住曾志偉曾經因為見到藍潔瑛心情抑鬱，邀請佢去新加坡探班，與短片中所講嘅內容相吻合。關於曾志偉嘅紅與黑，我哋有機會另起篇章再同大家細傾啦。2018年1月17號，曾志偉喺香港九龍香格里拉酒店召開記者會，佢表示尊重女性係我一直以嚟堅持嘅原則，我願意接受任何形式嘅調查，但同樣亦都會用法律嚟維護自己嘅聲譽。可惜直到藍潔瑛去世，呢樁陳年舊案依然係理唔清是非嘅羅生門。有人不禁聯想到喺《大話西遊》中，藍潔瑛扮演嘅蜘蛛精春三十娘曾經講過咁樣一段話：春三十娘喺一處芳村野店，強盜問佢：你嚟呢度做咩啊？春三十娘回答話：世途險惡，北風凜冽，一個弱小女子想揾一個棲身之處歇息一下，洗洗身上嘅風塵。強盜又問：你知唔知呢度係咩地方啊？春三十娘話：此地烏煙瘴氣，各位又面目聰靈，絕唔似係一家客棧，莫非係一家黑店？也許嗰啲連混亂嘅香港娛樂圈就係呢間人吃人嘅黑店2004年，藍潔瑛嘅好友曾華倩喺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曾經表示，藍潔瑛並唔似好多媒體所寫嘅咁內向自閉，喺熟悉嘅人面前，佢非常活潑開朗，仲愛講笑。但佢亦並唔似媒體所講嗰樣，係個精神異常、生活不能自理嘅人。曾經有媒體影過藍潔瑛間房，話屋入邊非常之凌亂，衫就跌喺地下，又有好多冇洗嘅碗碟，煙灰缸內布滿煙頭。但係曾華倩卻話，佢屋企我經常去，根本唔似相片中影得咁亂。當日可能恰好係佢情緒最唔好嘅時候，而媒體又揀咗一個最亂嘅角落嚟影。我哋翻到藍潔瑛嘅命運轉折點。1998年呢一年，藍潔瑛揸車喺淺水灣道失事側翻後入院接受治療，每日都有大量記者前去採訪窺探，整到佢冇法安心養病。佢曾經喺一次採訪中講到自己非常驚呢啲記者，佢哋攞住攝錄機對住你，係帶有好強嘅攻擊性嘅，係有挑釁意味嘅，就係希望睇你做出一啲異常嘅舉動。藍潔瑛癲王嘅稱號，最初其實係來自香港主持人林敏聰嘅一句戲言。1999年4月，清明時節，藍潔瑛倍思雙親，情緒低落，好幾日都冇法入眠，於是前往精神科尋求醫生嘅幫助。醫生話俾佢知，佢只係生理時鐘紊亂，引起咗輕微嘅抑鬱，呢種情況好常見。但跟蹤前去嘅狗仔隊們可唔係咁諗，佢哋堅持認為藍潔瑛去精神科就一定係癲咗。接住不斷喺之後嘅報道中提及藍潔瑛嘅精神問題。隨後1999年10月，林敏聰喺《東方日報》嘅一篇報道中提議，要將藍潔瑛拉入局，跟洪朝豐、陳寶蓮、蔡楓華一齊組個香港四大癲王。此後癲王呢個稱號就好似橡皮糖一樣黐喺藍潔瑛身上。藍潔瑛人生嘅最後幾年係喺藍潔瑛影迷會呢個細細嘅群體嘅陪伴下度過嘅。同其他明星嘅粉絲團相比，呢個影迷會嘅體量實在係可憐，主心骨只有寥寥3-5個粉絲，但係正係佢哋令藍潔瑛喺人世間感受到咗最後一絲絲暖暖嘅人情味。父母離世之後，藍潔瑛嘅幾個哥哥姐姐亦係各忙各碌咁生活，幾乎都同藍潔瑛斷咗聯繫。政府嘅救助金扣除房租等費用後所剩無幾，好彩有幾位死忠粉為藍潔瑛籌措善款，並資助佢嘅生活。佢哋仲常常組團去赤柱探望藍潔瑛，大家一齊坐喺赤柱廣場前，享受美食、紅酒、海風同浪濤聲。影迷會嘅一位粉絲曾透露，破產後藍潔瑛嘅日子雖然過得比之前拮據，但並冇咁落魄同不堪。佢一直係一個體面嘅人。晚年嘅藍潔瑛改信咗基督教，每逢禮拜日都會搭小巴去教堂，仲俾朋友嘅孫仔補習英文。得閒冇事嗰陣會坐喺廣場飲茶食煙，再去屋企附近嘅一家小服裝店坐坐。店入邊嘅老闆曾經跑過龍套，同藍潔瑛好快就熟絡咗起嚟。藍潔瑛囊中羞感時，仲曾經向店老闆借過幾百蚊。後來老闆話唔使還啦，但藍潔瑛堅持要還。店老闆話佢同人講嘢都係笑眯眯嘅，唔單止唔粗魯，反更加係好文雅嘅。日子雖然難，但過得好有尊嚴。媒體曾經報道話，藍潔瑛喺路上執垃圾，執人哋剩下嘅嘢食，但影迷會嘅成員話呢啲就係亂寫。藍潔瑛只係習慣性咁散步到赤柱廣場麥當勞嘅遮陽遮下，去垃圾桶入邊攞一個空咖啡杯用嚟裝煙灰。死後屋入邊亦並冇惡臭，係佢嘅鄰居兼好友發現嘅。
希望媒體唔好食咁樣一個體面善良嘅人嘅人血饅頭。藍潔瑛死後，媒體嘅報道幾乎都係清一色咁寫佢嘅落魄。但藍潔瑛嘅一位粉絲卻喺微博中寫道：藍姐姐喺最後嘅幾年歲月靜好，雖然生活唔富裕，但係平淡安靜舒適。亦都好多 fans 關心佢，幫助佢，有人同佢一齊慶祝節日，陪佢過生日。今年中秋仲有粉絲俾佢送月餅，冇香港媒體寫得咁落魄同孤單。希望媒體唔好胡亂寫，留俾藍姐姐最後嘅尊嚴。可惜呢位粉絲呢點細細嘅心願亦冇能夠達成。有媒體喺報道藍潔瑛逝世嗰陣，曾咁樣寫道：佢喺自家公寓嘅地板上，像塊爛抹布一樣死去咗。2015年，藍潔瑛曾經被香港大公網等媒體報道，話佢患上咗子宮肌瘤。報道內容係佢受子宮肌瘤困擾，擔心要被逼留院食藥，所以唔肯定期到醫院覆診，情況令人擔心。不過並冇查到佢患病嘅確切消息，只睇到媒體話藍潔瑛腹部異常突出，更一度暗自垂淚。唔知呢個究竟係實情，定係另外一則睇圖作文。同年 TVB 午夜檔重播《大時代》，藍潔瑛因此再度返到公眾視野當中。嗰陣佢剛過完52歲生日，心情大好，仲登上咗102觀星總部嘅節目，接受梁榮忠嘅採訪。喺採訪中，藍潔瑛唔單止化咗妝，仲將呢一頭銀髮染成全黑，顯得神采奕奕。佢坦言到有復出嘅興趣，並講到復出後肯定仲係做演員㗎啦，唔通讓我寫稿咩？成個採訪過程中，藍潔瑛並冇出現任何精神恍惚嘅情況，語言表達流暢，思路亦好清晰。所以究竟邊一個先係真正嘅藍潔瑛呢？其實仔細諗諗，轉藍潔瑛咁樣嘅癲王喺香港數不勝數。關淑怡、吳綺莉，仲有四大癲王嘅其他3位，佢哋邊個唔係活喺媒體筆下嘅癲佬？又邊個唔係被製造出嚟嘅癲王呢？咁事實就係，如果一個明星好正常，咁算唔上咩新聞。但係如果一個明星癲咗，絕對係頭版頭條啊！而對於食花生嘅人嚟講，佢哋亦往往想要通過他人嘅瘋癲嚟確認自己嘅正常。喺生前接受採訪嘅時候，曾有人問藍潔瑛：你拍過咁多劇集，最中意邊一個角色？藍潔瑛話：咁都係《大時代》入邊嘅羅慧玲。羅慧玲作為《大時代》入邊嘅小女人，曾被隻手遮天嘅丁家摧殘，最終精神失常。如今諗落，與現實竟然形成咗某種呼應。或者睇完所謂癲王嘅人生，我哋先更能理解福柯所講嘅嗰句話：癲佬並唔係病人，佢哋只係被主流排擠嘅異類罷了。亦都更加理解了有人口中藍潔瑛常講嘅嗰句話：呢個係個瘋狂嘅世界，每個人都癲咗。曾經我會介意人哋點睇嘅。不過其實每個人觀點與角度都唔同，所以我覺得人哋講乜係唔需要咁介懷嘅。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支持點個讚，記得訂閱本頻道，下次有更精彩嘅內容，拜拜。